请我看一看。哎，你到底去是不去呀？
是书香门第、优雅门第人家，我教你们做人的规矩都记死了吗？你放心好了，不会丢你的脸。回来！哎呀，你的年纪也不小了，这次到你求我家拜寿，要做到银不同群，小不如此，像一个女孩儿一样，这样才显得我们是有教养的人家。
表记的罗盘。把我叫回来，我不管，你不管，我管，用我，请你，用我。既然姐姐前来迎娶，罢了，这是为何？去问你的好儿子去啊！用我，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，他的脾气啊，没有什么啊。喂，去啊！去上，表弟，那人君亲相无罪，妻子长得他不给。亲自担，亲门我是不惜莫为，你不该将姑母来欺负，你不该把长辈来打财，你要将孩来说财，只怪你几大脾气太。中医养的高儿
人岂有此理！你枉为我到书房用功去。我等侬到西来嘞，远嘛不必多礼，请走，请走。哎呀，夫人，今朝是元王上夜，大喜个日子，侬那个叹气起来了啦？远嘛有所不知，只因我那孩儿近亲，是今生他心也大了，要替他照顾媳妇才好。哎呀，真是太巧了！我今朝一来拜寿，后来嘛就是为大相公的亲自来的。哦，不知是哪一件呀？就是张家富姑娘张无苦，生得是花是肉，同那大相公们真是天上的一对。果真是母亲好哎，不女大相公，我不要张无苦。哎呀，大相公啊，你是红绫裳喜心照，多美个事情我来报。张无苦身品好，五个姑娘她在教，心有灵，手有巧，又有才来又有貌，身段真苗条。就这样来要你当着灯笼照一照，这样的媳妇没自照，没自照。什么苗条不苗条？他心不灵，手不巧，貌出无才，我不要。哎呀，刚好媳妇侬不要，跟侬要啥人啦？我要表姐。这一个表姐是啥人啦？就是我继上李某林的女儿。哦，就是李老头的囡恩李玉娥啊。跟那为啥道理不早点讲呢？只因我那继上为人孤寡，只恐他不会答应。母亲啊。啦，三月嘛能收未到，这门亲事就请月嘛去说说吧，说不定你姑丈也就答应了。搿张家的亲事就这个样子算了，那也是好事子。月嘛，等你将亲事成功，我一定重重的谢你。迈步不怕抱腿苦，抱腿只要彩礼多。好，那就等着我个喜庆了。你就辛苦一趟吧。看我到张家抬亲去嘞。
的彩礼，谁有不就不成了。啊，怎么不成了？我怕小姐挂在不管家，我不挂在与你起家嘞，小姐呀。家婚事已催呀掉，那王金清他是你心不灵，手不巧，说什么无才与无貌，他是你身材不苗条，清晨听了也气恼。
请去了。今天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我是无日不登三宝殿，为了何事啊？我是特地来讨杯喜酒吃个。哦，你是替我家岳母做媒来的，一点不错。哎，不知是哪一家的公子？不是外头人，我说出来，侬听了一定要晓得很不容之路。到底是哪一个？就是王金清啊！哎呦，哦，就是我侄儿金清啊！亲女儿嫁亲儿，亲上加亲，这种个好事体，弄得普天下哪里去行啊？元爸，你真会办。你不知道，我家有我从小同他表弟就是有缘啦，天上的一对。当心你痛腰嘞！哎呀，月妈，你去接王家为姻，其实我哎呦，对，刚还要问问那老爷嘞，这件事啊，可不能让老头子知道啊。为了这事，我娘俩3天没有理他了。这以后被晓得了那个办法啦。来个现在后走，侬做得了主，我做得了主。好，这10万9万。哎，趁老头子啊在书房里读书，他一看书就什么也听不见，什么都不知道了。给我走了，我顶了，我一来个晓得了。啊，老爷侬好。谁说我听不见？谁说我什么都不知道？先战后走，你们好他的胆！老头子啊，你说金清的孩子有什么不好呢？梦想，我在这
就是侬的不好嘞。我今朝到哪个得来嘛？知道侬闹应找婆家的，可又不是同侬找婆家，到辰光又不是侬去，也许是我去。可侬去做啥啦？我是爹。侬是啥人的爹啦？我是女儿的爹。我是女儿的娘。我答应。我是女儿的爹，我不答应。哎呀，那个打到我的身上来了啦！我是知书达理深沉的门徒，从来不为当家。可是你要把我的女儿配给王金庆啊！哼哼，我秀于你，不客气。嘿嘿，哪里的美女这个不客气啊？有道是妈妈不认人女才，谁跟你做妈妈？不做妈妈拉倒。从今往后，不许你再上我这个门。不来就不来。我今朝碰到侬这种个老头子啊，所以我倒霉。哎呦！在家里飞，也不嫁进王金庆。
一定要不怕不离身，思念永无真心平。儿的孙子娘操心，儿有病不肯与心。啥毛病嘞？啊，女一病了，我怕不死嘞，气啊气死嘞！那李家的亲子到底怎么样？是嘞，娃子。我识破了此人，这个李老头子就是下不得人了。哎呀，那怎么办呢？表姐，哎呀，给大下过那个病人这个样子了啦。证明你表兄生的是心病，这空没有心也一样。表兄，是的，这是啥人啦？是我外甥贾静英。表兄，表姐，哎呀，你儿女呀分不清桑嘞。哎呀，他是你表弟静英。表弟，表兄啊！风度万里有钱人，儿女私情修得连，莫为此子太伤人，只要平天造仙缘，好姻缘何愁是报人爱。为难等我生，万般事情我
吧？是。放心。月妈，你看他病人这个样子，你快想一个办法救救他。这张大姑娘长得多少好看了，这一偏偏不要，叫我有啥个办法好想你？月妈，那张家姑娘既然长得貌美，何不请到我家，娘亲亲眼看一看，也许她会为心这意。哎呀，夫人啊，侬倒实在容易，跟人家是大家闺秀，又不是小猫小狗。侬要看嘛，除非到人家屋里去看呀。那就请病人这个样子，是何去的你？该叫你去谈相亲去。谈相亲，想得好就讨过来，给大家闺一看嘛，毛病就好了。可是叫谁去谈相亲啊？哎呀，就谁去？这。什么？是这个。景英，哎呀，你叫我怎么说呀？跟我来搞哟！哎，相公啊，侬赶快去我一件新衣裳，跟我到张家花园，从国门进去，往东走，往南走，再往北望，我辣辣街上后面等侬。等我做什么？替侬表兄相亲去啊！叫我得去相亲啊！哎呀！就是不就非人道，做也难来，哎呦也难。此光我来到我出墙。怎么了？
回来，娘好来见。是，月妈，小弟欢迎。哎，来喽。我做媒婆不断戏，急忙上前拜小礼。大见五姑娘。月妈，你来了。哎，来了，请候。哎呀，我的欢了，我还是脸上好呀。哎呀，五姑娘，你为啥到里叹气呀？我家小姐有心思你。哦，哎呀，五姑娘，侬看呀，花园里的花都开了，百花盛开，更添万人，不可也罢。哎，五姑娘，侬光我了，那个就要走了你。哎呀，二相公我还没来。待我叫姑娘报花名。五姑娘，人家都讲侬这位报花名来，今朝就报个花名给我听听。姑娘今天不高兴。哎呀，五姑娘啊，我活了这么大岁数，连一年四季开什么花还弄不清楚嘞，就告诉我吧，就这一次答应了。青春，你先上楼，免得老夫人叫我。是。远吗？你且听了。
香又美，他却是玫瑰有此无欣赏。好话哪怕旁人讲，金风金雨分为香。他风采到梧桐时，有旁人能对上。虽然是莫怨花好，我心不长，再次称道为须望长。姑娘，我不要走，不要走！哎呀，姑娘嘞，侬不要走！哎呀，姑娘，不要走！姑娘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！姑娘，侬等一等，等什么？哦，等我还要等侬报花名嘞。年年四季开什么花都弄不清楚，还报什么花名？我刚刚听了姑娘唱了嘛，我还不回来，不相信我报给侬听咯。好，那么你就报吧。我的五姑娘曾经开心他人，只怕桃花不长久，桃花一去不能留，怎不叫人心发人呀？到家山必去做什么？家山这里也开花，家山这里也开花，那冬季里要开花，冬季里不开花。原来他银两多两桃花金，东藏西
亲戚，你来得真好。姑娘真想你到来，看看我自动办事情。今日你自己送上门，谁要怪我不恭敬？我几经深情把话猜。我家话细问，马是三。远吗？哎，过来啊！你这个人懂得好歹吗？哎呀，我为了办事，那个为你好吃都不是你。你看这朵玫瑰好不好啊？好吗？好，不是香，小气嘛不是呀。哎，远吗？哎，你看谁呀？去。这朵玫瑰花又红又香，什么花都比不上它。可是女人说什么？是你头上的那朵好。哦哟，这个哈子啦，他是有意不识金山哟，不破不识货，这不红比红。想请我这来挨骂的呀，这算得了啥了？去不是冤枉啊！可以进来不来？可以进来，好不好啊？好。跟模特里呀上马是得多。再想请不断想得好，姑娘那自我只差苗，带我挑夫离山去。好娘那家儿相公。把家宝，姑娘，你起来，我送个尾巴，去。你好，有了玫瑰走走，屋子里想出去了，带路挑夫离山去，那王金青呀。不是侬讲的有人跑出来了吗？你看他跑到地里哪里去了呀？哎呀，你那个乱跑了，让我去追你。记得有吗？上桥跳，带我到桥上河边到四山上。
闻他飘。要有他们过的预报，我不是轻轻是金了，其中取经，他真知晓，我平白无故在领头，岂能讨你在今朝？小生得罪了。
应该就算个，跟侬回来搿搭做啥啦？回起来。你叫他起来做什么？有好事。你有什么好事？你看，这
这是谁家的喜帖？你家侄儿王金清，明日就要与张家姑娘成亲了。
为了用我同他表弟的亲事，哪有什么好可认？你倒是个轻巧，你看，明日王金清就要和张家姑娘成亲了。我听说王金清不得应张家这门亲事。这件事都是岳妈婆撒出来的花样，我倒有一个办法来对付他。你有什么办法？说出来，我一定从容谢你。哈。噼里啪啦放鞭炮，一到往下上天里，大都听着把头脑来，俺等张家姑娘到上面做人不拉年。王金清，我利用我情长个情长不啊！不得讲，就这样办。已经请回家了。这到回家就到了呢。我家来了，好过呀！啊，新娘子新子节，到了么走八堂，花去哪里？恭喜！顾太太，侬也来啦？今日是我亲侄儿登亲大礼，
戏那个唱得起。写去领情，这次一定花轿啊！哎呀，小公啊，你把啥人家花轿引来了，弄错了吗？怎么错了？哎，今日表兄喜临来，奉命张家去迎亲，冤家去冤家回，路上不管多顶戴，谁知花轿有两个新娘张条的，对相亲有人情啊，就忘了一声家境也。两名花轿绑队是不吉利的呢。当不上委屈，对，当不有委屈。哎呀，可有啥使不得啦？大俺把过里呀，等我的轿子里的。什么？你呀，荒唐！尽管大胆偷嫁我的女儿。啥人出能人？这轿子里是谁？我哪个晓得是啥人？你还要装聋作哑，趁我不在家，把我的女儿抬走。这轿子里坐的是李有我啊，不是他又是谁？家侬不要急，人家张无可早就跟王金清把过堂送在洞房里。顾不得走，陪我到洞房开分明。
检查，你请为比我妹对付。嘿，对，这。哎呀，红哈路，14岁进下口，他迎风雨，东风雨，采不透，这位姑娘几时去？每天希冀他低下头。你
几层上，他与三妹云罗针，我是喜是爱是自然，一顶花轿去坐等，匆匆忙忙为了他，堂堂的张家小姐落了后再上月我你红帐，东方因果怀旧，当前白骨西人娘，代代真真下姑娘，与君亲平如红路站。做了新娘，我本在上边一公斤。花为美。
对做老公多管闲事，上家班都弄这个少知性，少知性啊！侬插我的讲我不答应，我做我的生意经，我不吃素来，只吃荤，我也不是啥有的当，我一拳打得侬无眼。我一个补妆打得侬两眼冒清醒，冒清醒。我叫侬爬了地上，敢吃死他！我叫侬两脚朝天叫救命，叫救命！岳老五，我上交我做死婚，我问你这婚事多能做人？结婚这月一进去，他叫身为难言。我是哑巴去往里，与可十分亲，你花言巧语。好极了，侬来了，侬讲侬个男人那个办办？老头子啊，此今莫以在走，生命已经自认所完，用我当真把过堂了。罢了，你真的先斩后奏了。事到如今，你说怎么办呢？事到如今，我还有什么好说？哎，我的夫人啊！
小姐有强婚，千金送达李大人。好是呀，小姐三去起来带我日夜来告病那日下情缘是我一朵玫瑰我手里，玫瑰原是我亲手人，你想